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靈感突發啊，就想分享一下一個故事啦。從前咧，我以前咧就喺旺角一間賣潔具嘅公司度做嘅，係啦，冇錯，賣潔具嘅。我唔開名啦，賣潔具好多間噶嘛，係咪先？我費事就俾人話抹黑佢啦，係啦。咁就哇，嗰間機構咧好撚得意喎！屌你老母閪，我睇下先。屌你咩遲到26至30分鐘扣250蚊，遲到31至45分鐘扣500蚊，遲到46至120分鐘扣500蚊加5% 佣金，遲到121分鐘扣500蚊同10% 佣金。哇！屌你老母閪，你諗下啦，間公司要用到扣錢嚟。用到扣錢嚟滴啲員工翻工，你睇下嗰間公司幾撚犀利先得㗎？你諗咩真係？哇！你媽5次以上遲到仲要分1至4次同埋5次或以上，時間越耐就扣得越多，即係代表咩？即係代表嗰間公司嗰間公司本身好有問題咯。係啊，要，因為如果你正常一間揾到錢嘅公司，其實係唔會有遲到呢樣嘢噶嘛，係啊，即係證明嗰間公司係真係好有問題。如果你需要用遲到嚟扣錢嚟管嗰啲員工，基本上你嗰間公司係揾到錢，係唔需要咁做噶嘛，係嘛？即係我都唔開名啦，嗰間公司，但係真係好唔掂咯。好彩我都冇做到啫，係啦。我今日分享係咁多，多謝晒。